話說我同阿楊一朝早就搭巴士離開樂蜀，穿過撒哈拉沙漠。旅遊巴算唔錯，坐得好舒服。中途停咗一次俾大家去廁所。5個鐘嘅車程就到咗紅海度假勝地後加達。我哋共識係第二日要參加 boat trip，第一日就冇咩行程，喺酒店沙灘曬下太陽，周圍行食下好西，同埋揾旅行社報團。阿楊佢對於講價好有策略，我哋喺市中心問咗10幾間旅行社，又同老闆講價，成個過程用咗3個鐘，最後終於博咗取。又攰又渴嘅我哋去咗買鮮榨果汁，當堂成個人復活返，然後揾咗間餐廳食海鮮套餐。好食係好食嘅，但阿拉伯飲食文化基本上一係燒一係炸，個人認為嘥咗啲海鮮咯。第二朝 boat tour 嚟酒店接我哋出發，後加達全部海岸線都俾酒店霸晒，連公共沙灘都冇，所以登船都要用 resort 嘅碼頭。上船之後，我哋就喺船頂影相曬太陽。boat tour 第一個行程嘅係浮潛。我哋去咗海中心嘅一片珊瑚礁，拎好裝備就跳咗落水。珊瑚同魚嘅品種唔算話好多，不過都夠過下癮嘅。正當我同阿楊返上船沖埋水上咗船頂嗰陣，突然間聽到好多人喺度叫囂，原來有幾隻野生海豚游咗嚟珊瑚礁，於是成班人一齊想游去隻海豚度，個場面好熱鬧，大家都勁嗨。但係我同阿楊就只可以喺船頂拍呢條片俾大家睇。Lunch hour， 船家就安排咗buffet形式嘅西餐，有各種沙律、炸雞扒、辣肉腸、薯仔，唔係埃及料理嚟，所以好啱我哋遊客胃口。第二個行程係外島嘅 Orange Bay， 我哋可以落船自由活動2個鐘。如果你係咩都唔想做嘅，船家預先 book 咗一排遮太陽嘅木棚，你可以坐喺入面嘅懶人梳化休息瞓晏覺。我同阿楊就喺周圍游水行下，見到沙灘盡頭有個涼亭。中意玩千秋嘅我就跳咗上去享受日光浴，當然都要幫阿楊影下靚相咁啦。玩完返酒店沖個涼瞓陣覺，夜晚8點先再出街，揾到間餐廳食法式 pancake， 但係佢有好特別嘅一點就係佢鹹點同埋甜品都有，2種都好好食。食完我哋就買果汁嚟飲，然後喺嗰間鋪頭坐低夜話到深夜先至返酒店。阿楊份人好好相處，所以我好開心喺非洲咁短時間就識到交心嘅朋友。去到第3日晏晝，我其實就要搭車返樂蜀，阿楊就繼續留低度假，所以我同佢揾咗間西式餐廳食完 lunch， 我就執行李去搭車啦。後加達3日2夜之旅報告完畢，係咁先。